催生吹條鐵咩？以前係講成家立業生育啊，而家呢就講負債內捲躺平啊。90後睇穿呢個養兒防老就係大話，00後呢就寧願做全職仔女啊，慳返啖氣。35歲失業危機，996加班當食生菜，仲有職場性別歧視等等。城市中產驚生完變負資產啊，鄉下家庭湊大個仔，可能仲要壓上呢個棺材本。我覺得呢就唔係多個仔多對快嘅年代㗎喇。唉，後生一代卡喺養老同育兒中間，索性呢就唔分唔生，做返個媽寶最實際最穩陣。政府催生可能就想要人口增長，你老豆老母催你生就想要繼後香燈。但有冇諗過我哋捱得咁辛苦，點解仲要個細路嚟一齊陪葬呢？會唔會有時候唔生都係一種最大嘅善良啊？等到幾時？當結婚生仔唔使押上人生所有嘅可能嘅時候，到嗰陣時，低生育率嘅困局可能先有得救吧。